后来乡亲啊，咱就来看这个海军敦睦舰队，包括环礁、岳飞甲空定三大军舰，713个官兵的隔离期、9张满期，全部各做一届的采检。结果，这个环礁军舰有4个人是阳性，有感染着病毒，所以这个环礁舰346个官兵全部爱留落来，各做一届的采检。这嘛，互环礁舰群聚感染的人数达到35个。啊，那岳飞甲空定2台军舰的成员367个人，今仔日透早5点半解除隔离，国防部安排离开检疫所，返去了后爱各做14天的自主健康管理。有视力在检验是阳性。总算度过14天，官兵原本准备要返去，想袂到环礁港，搁再有4例确诊，346个人也未当解隔离，会再搁再验一届。刚好这4位都没有症状，所以在一直到第4天期满之后，我们再采检，那才被采检出来。病毒已经非常低了，所以才验不出来嘛。好，那当然有时候就起伏，这病毒起来了，被我们验出来。目前完全靠 PCR 的方式呢，其实可以考虑加上抗体啦。只要加上抗体的话呢，这个敏感度会再提高。就因为无症状的个案上过侪，专家建议病毒核酸检测、甲抗体检测爱做伙做，才会当降低社区感染的风险。我们并不是要求每一个带病毒人全部100%被你找到，我们只要找到90%、95%就可以了，就是要靠社区防疫啊。我们本来就是这样设计的哈，我们并不是说全部在第一关阻绝，那阻绝万一漏掉，我们就崩溃了。我们并不是这个样子。第一阶段的检测先过2台检，但是上重要也是社区的防疫网爱确实，才会当成功，互台湾无本土个案的成绩继续保持落去。